那边悬浮在虚无上方的，就是黑岛。黑岛尖兵愈加，开始行动。没想到外面也有功夫如此了得的家伙。哼，别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我。喂，需要帮忙吗？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担忧。你怎么这么喜欢打架？这可能是我们长久以来最长的一次交流。那么，你去死吧！各打各的，正合我意。我们要不要再比一次？哼，别拖后腿。耶！